大家好，我哋係迦密聖道中學。咁今日我哋係為大家帶嚟嘅產品係智能報警器。開始之前，先問第一個問題：如果長者喺屋企入邊獨自跌倒，然之後冇人發現，會點算呢？咁我哋就發現80歲以上嘅老人家跌倒之後嘅死亡率係非常之高嘅，主要原因都係因為冇人發現先救唔切。咁市面上都有唔少類似防跌倒嘅產品，但係老人家一係覺得太過複雜或者唔識操作，同埋可能覺得價格比較貴，所以我哋就喺度諗啦，我哋可唔可以將報警呢個功能擺入每日老人家都會着嘅鞋入邊呢？啱啱開場講嘅唔係講笑，而家先俾大家睇下幾組數據。第一組，50歲至65歲嘅長者跌倒率由2003年嘅10% 上升到2006年嘅15%，而65歲至80歲嘅長者就由20% 上升到30%， 80歲以上嘅長者就係由35% 上升到接近50%。第二組係長者因為跌倒而未及時搶救嘅死亡百分比。50歲至65歲嘅長者死亡率就係由5% 上升到9%，而65歲至80歲嘅長者跌倒死亡率就係由9% 上升到19%， 80歲以上嘅長者就係由19% 上升到36%。由此可見，長者跌倒嘅死亡率係隨住年齡嘅大小而上升嘅。所以我哋亦都調查咗市場，發現雖然市面上有一啲類似嘅產品，但係老人家認為一係就操作複雜唔識用，一係就太貴，買咗都唔捨得用。咁我哋會選擇揀樂齡產品嘅主要原因都係因為我哋發現而家社會嘅老年化係越來越嚴重。啱啱都有2組數據係倍數增長嘅，同時我哋都發現其實而家跌倒已經成為老人家主要受傷嘅原因之一啦。咁我哋唔單單係想賣俾老人家，我哋都係想俾嗰啲年輕人知道，哇，原來有呢款產品可以去保護自己嘅父母。咁就此都證明咗老人家嘅市場都係非常之龐大嘅。以上呢，就係我哋點解會揀樂齡產品作為我哋嘅主題嘅原因啦。關於呢一對鞋，我哋做咗3大特點。第一個功能係自動調節光線，老人家夜晚出門口散步唔使再驚跌親，從根源上減少咗風險。第二個就係跌倒偵測功能，一旦老人家跌親，喺佢哋跌親嘅第一個瞬間，完全唔需要撳任何掣，系統就能夠立刻偵測到異常。第三個就係報警功能，一偵測到異常呢，就會向子女或者老人院發放實時嘅定位同埋求救。呢一個功能相當於幫老人家喺嘅身邊放咗一名護工，唔使再驚老人家因為跌親之後冇人喺身邊，錯失咗黃金24小時嘅搶救時間。可能會有同學會感到疑惑，呢隻鞋真係可以用嘅咩？會唔會好複雜啊？咁我哋會話完全唔使擔心啊。其實佢嘅原理都好簡單，即係將傳感器同埋定位儀加埋光敏電阻器呢3個組合放入老人家每日都會着嘅鞋入邊，咁完全唔使其他額外嘅操作，着咗就係有咗呢種保障。咁接下來我哋可以去片去睇一下我哋嘅產品。與此同時，我哋嘅產品仲有好大嘅進步空間。未來我哋希望可以加上心率探測，讓老人家走路嘅時候都能夠見到健康數據。加上一個一按呼叫，就算老人家淨係有些微嘅唔舒服，都可以直接聯絡家人。最後再做一個智能平台，讓子女喺手機度都能見到老人家嘅步數、心率、定位，就算係分居都可以實時掌握老人家嘅情況。咁今日我哋嘅分享到此為止，多謝大家。